生肖虎嘅財運有得翻生啦。嗱，翻生嘅意思係，如果你喺25年嘅時候個銀包啊俾人斬開咗18碌，咁喺2026年嘅三合年咧就有得止血埋口啦。嗱，投資就有望翻家鄉啦，做生意就有得止蝕回穩喎。而一直等待機會嘅朋友就可以把握呢個財運嚟做進攻嘅。而打工仔亦都因為財運嘅提升而有加薪嘅機會嘅。但係有空星指背啊，咁要小心有小人喺後面督你背脊，出賣你、舉報你、投訴你嘅。所以建議你都係唔好講太多嘢俾你嘅同事知，唔關你事嘅嘢就唔好多管閒事啦。愛情方面啊，三合年人緣會提升啊，男女關係亦都會融洽和諧嘅。單身嘅朋友容易有發展嘅機會啦，但係如果你有出緊軌嘅話咧，或者做緊第三者嘅朋友要注意啦。三合年係好容易將你哋嘅關係合成三角嘅關係，意味住咩呢？水底嘅關係會浮上水面。簡單啲嚟講就係你壇嘢揚咗啦。健康方面要留意失眠、頭痛以及胸肺呼吸道嘅問題。